我是润的今日主持人，即摆时间是2025年6月初7啊。咱185回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啊，今日是逐个月头一摆聚会啊，咱就是要来捧咱台湾文学欣赏会啊，因为之前有讲到今年咱2025年是巴克勒牧师来台湾150天，所以真侪先辈甲有志的团体拢有办相关的纪念的活动啊。咱我嘛主持的台湾文学欣赏会，今仔日的台湾国语第4课嘛要来特别办即个纪念读册会，啊选甲巴克勒牧师相关的文章做伙来读。好，啊，今仔日选的竞选的这篇文章是真正奇妙。啊，巴克牧师，好，咱煞来看今仔日的这个说明的文字。今仔巴克牧师是1875年来到咱台湾，啊，伊踮伫台湾60天，啊，等于讲1875到1935年，啊，伊主要活动的范围其实是台南，啊，伊是伫打狗港来到台湾，啊，主要台南新学院今仔日的基础其实就是伊建立的，咱应该就爱来熟悉即个人，所以咱就是照伊留落来文字来，嘛是一个切一点来熟悉。啊，今仔日的台湾文学欣赏会要用纪念读册会的形式来捧，啊，做伙来读这篇伊说到的记录。啊，这篇说到的记录是刊伫1934年5月《教会报》第150卷。啊，大家看到讲伊是1935年伫台湾过身嘛，所以等于讲是伊过身的前一年啊所留落来的记录。啊，今仔日的读册会说明。咱读册会正式起稿进前，有人可能无收到无看到这个通知，毋过因为咱刷来嘛有真侪机会，伫文学欣赏会时阵是用读册会的方式来捧，我嘛是简单说明一下，啊，拢会照这个顺序来捧。啊，咱会希望第一点，咱读册会正式像今仔日正式来读进前，咱的读了虽然是先读过。啊，读过了后有消化吸收了后，想看敢有啥物问题，无论是语词啊、语法方面的问题，也是讲针对文章本身的内容主张，拢是真好的问题。伫读册会的时阵，有先读，啊，才较好摕来做伙讨论。读册会大家拢伫咧做伙讨论的即个效果会搁较好嘛，会搁较精彩。啊，所以今仔日就会先读真正奇妙的即篇。咱就直接来看当题是扫影来读，啊，过来毋捌的语词，甲大家讨论的语法，因为有先请大家先读嘛，先记，啊，就会甲迄个共同笔记的档案是一个 Google Excel 档，做伙来去看大家记的笔记，啊，做伙甲遐个笔记扫过，啊，过来相关内容相关的问题，遮嘛有一个档案，会请大家记伫遮，会当记好大家，好。像这是语词内容的笔记，对，这是6月初7的，这伫遮好啊。像这是内容本身相关的问题，大家就先记伫遮，咱就照顺序来讨论，对，咱好啊。今仔日主要读册会起稿，大家照轮做伙来读今仔日这篇，甲文章读过一摆，这是今仔日这篇真正奇妙。对，啊，照轮的顺序要安怎轮？第一，先确定咱参与的人，今仔日读册会现场人真侪，毋过无一定逐个人拢爱读，所以我等一下先请大家有要做伙读的人，劳烦至咱会议间的页手即个字落，互我知影你有要做伙读，互我当安排咱读的顺序。啊，人咧读的时，咱嘛爱斟酌听。啊，替对方掠讲，敢有读顶大的所在？啊，这是定定出现的，特别是咱大部分的人，其实较无机会从细汉就用台文来吸收侪知识，所以有时咱台湾话有转调嘛，这是咱自然，若是会晓讲台湾话，伫台湾话环境大汉的人，自然就会晓的。毋过咱其实较罕得有台文的环境。所以我就算是会晓讲台湾话的人，我咧读文章的时阵，我若是目睭扫的速度对袂着我头壳
输入对头壳，佮输出对喙出来的速度，我可能就会袂去转调。台湾国，我可能读做台湾国，安尼就是代表讲，我有通需要大家替我掠，因为我家己咧读的时阵，我可能听袂到我家己的声，全部读了的时阵，咱才来甲大家提醒。咱人甲人之间咧论的时阵，咱就无停，互规个文章咧听的人会当有较顺来吸收即个文章的内容，欣赏文章的内容。好。多谢我有看到小文字啊，有野手要做伙读啊。大家若想要读的咧，当即满就来野手哦。好，我继续说明。互相提醒，互相掠谈了后，咱就会照顺序来看拄则讲的语法的共同语法的共同笔记，佮有讨论大家事前提出的问题。好，安尼就是今仔日读册会要来捧的方式。安尼咱请今仔日有要做伙读的人，就番野手互我知影一下。好，top 小分者啊，阿天，好欢喜，老欢喜有，你莫咪，阿豆讲毋要做伙读，主动野手呢？好，等我一下。有一个是敢是程俊兄，敢是好，我嘛要来读。两光兄敢有要做伙读？好，两光兄，好，安尼我记伫遮，咱等下就照即个顺序，大家若袂记得，我会甲大家提醒。好，安尼目前我若是有甲你记着，你手就会当放落来啊，多谢大家。好，安尼咱即马就先对咱的顺序，就对 top 过来小分姐过来阿天、欢喜、程俊兄，我过来梁光兄，咱照即个顺序来读。要读到倒位，读偌济，最少拢在人决定。若是轮煞，就搁对头一个，搁继续轮。安尼好，大家会当记家己头尾是啥物人。好，安尼咱就请 top 去讲。多谢。真正奇妙，缀人寿博士，久有咧计划要去一间内病病院，但已经起好，伫3月30号下晡3點有舉行錄成式，表名叫做牛山園。迄日有請巴克勒博士宣教，即碟將迄篇宣教印伫遮，閣下以及列位的在座，咱下晡組織伫遮，是要赴即個牛山園的錄成式，也要甲戴醫生甲伊的同伴恭喜，因為因今日通看見因姐姐的着外的成績，咱今日看見遮爾水的厝體，大家穩當受大的感激。我前日來看見就佇醫生的護記我的名，煞記一句講真正奇妙，出佇人所拍算的以外，我卻毋是醫生，無逐項攏會曉得，總是照我所拍算，去即落的牛山園有2項的意思，一項是要講究即個內邊看有啥物好法度，啥物好藥，通醫好即個症頭，互伊攏無去。
伫天的一所在有牛的医生出力咧讲究，咱台湾也着有份伫即落的工，伫咱中间有即落的病，即落的病，咱平常的人毋知有进步到倒位，毋知医生伫希望通无偌久一尽别意，一尽灭意，总是阮党咧进步，照我拍算，白日会达到即个目的，因为即世间是上帝的世间，也伊阮党无欢喜看见即落毛病。好，我读到遮。多谢 Top 啊，后一个着小云姐啊，多谢。我毋捌那个看即种，我高兴了，袂晓得甲我盗用者。翻来哦，根本看无出来。搁一项者，哇，这个没有汤温档对你诶，根本看无，歹势，你着记忆，来翻来吧，紧。毋捌看过，毋捌安尼看过。像是啥物汤按胃肝苦哟，人诶心伫遐有通倒哦。即种甲我读诶敢若无啥共性。小云姐啊，你敢是有开两只机器，可能手机啊甲电脑，敢会当甲其中一只诶迄个麦克禁起来，安尼较袂。就是电脑无法度用，我才爱用手机啊。敢有两种音乐？迄倒耳机，你另外一台还是用中遐迄边，你敢会当互我迄个迄个关限，安尼我就会当替小云姐禁，因为我即摆无关限通禁。安尼小云姐即边echo，大家听较无。哦，有啊，安尼真你是禁，你即摆小云姐即摆禁一只，毋过拄则。无，咱有叮当。哦，安尼真水，安尼即摆好势，好无问题。啊，拄则读到迄个就拄则 top 有倒看，敢是安慰艰苦的人的心，是就是咱遮。哦，就是通安慰艰苦的人的心，伫遐通伫遮有厝大，伫遮有厝通大，真快活。有通吃，迄是啥物念食？有药通食。哦，药通食。是。鱼烘哟，通食是摆糖。有餐通做，有餐园通做事。哦，有餐园通做事。有拜堂。通听道理。有通拜堂通听道理，互因的心通较有所谓有朋友交陪，互因的心。朋友交陪，吼，搁互因的心通较稳。灰哦，是灰，免甲
他是我干那这嘞，干那这咧，好咯。哦，我读到遮就好，我这个袂晓得歹势。别，看来我嘿紧，来做伙读就好诶。好，安嗯尼小本者读到毋免干那这咧咧烦恼。好，安尼后一个着阿天，多谢。因为大家知即个是真艰苦的病，我先生娘有去找一个查某囡仔，伊敢若倒伫眠床，网大放落来，毋准人掀起来看。有甲我讲，伊是拜上帝的人，若毋是安尼，伊久已经有自尽死。当有说即个后山丸，人毋免绝望亲像安尼。检查也袂通甲人讲，咱会打掉伊的病，抑久通甲伊讲，咱会减少伊的艰苦，互伊暂然较轻。所以即落的讲是真合乎上帝的旨意，是趁咱圣教的道理，按咱的主的命令，着听别人亲像家己医生去记着磨，讲究逐工的法度，爱灭即落的病痛，互后世代的人毋免拄着伊，毋免看路，却毋是报道，抑佫是利益人，来归荣光互上帝，是拄起世间一路的毛病，通过归倒转，做较亲像上帝原本创造伊的款式，创造伊的款式，因为咱的圣教无嫌即世间是歹的所在，照咱讲伊是上帝，照咱讲伊是上帝好的工所做成的面，咱毋是亲像迄二年的德勒家，因嫌即个物质界是毋好，是阻挡心灵界的发达。毋是亲像释教的和尚，是食菜的人。得嫌伊是苦海，是珍惜，着脱离伊哪紧哪好。照咱讲，即世间本是上帝所创造，要万项面创造了，伊来看，看了就讲逐项真好。照咱人直接所看呢，检采看伊无的确是安尼，哪准亲像因遐的人所讲，暂然有理去。我读到遮。好，多谢阿天，过来请感谢欢喜。对，欢喜，请继续。对，阮对伫内地，阮对内地所得到的报纸，差不多逐日咧报讲有人自尽还是跳落海，无去跳落海，也是跳落火山来死，因自尽假是因为因看即世界是艰苦的所在，毋免偌紧死是较好。我见他拢咧烦恼人，毋通安尼，因为其实即号思想是毋对。对反通讲，伫即世间的面是比办拄好，好势，做咱人的
做咱人诶路用。我有读一本册，是真敖诶科学，甲所对诶，伊有查考一世间万变诶查考，敢是？我找无得，我找袂到位。这世间诶万变查考了上做干净，因一项拢平凡拄好做咱人诶路用。丢来检菜无即所在，亲像咱即地球地球面地球目焦逼便便，通互百姓徛起，互百姓徛起。我读了不只想感觉，敢是感觉本了无拍算有影安尼，就是嘛，扣咱众人有一号诶经验，不过是无滴滴若定。即日我坐伫我诶房间，真看我，还是看我面真寒，内面拢无是因为伫火炉有土炭咧倒，我就想，我抬头有即号土炭通用，想了就知，是因为万年诶大生，上帝用乱杂变做土炭，一站卖咧什么中万，用烂茶变做土炭，一层一层黑咧。一层黑咧。这啥？天后，天后人去旧去用，毋若安尼，通阁想现今人所发明遐济新款的什么器具做咱的路用，拢是外靠上帝在造，这是什么？在造所并办编办的材料，我读到遮。好，多谢欢喜。过来后一个着青春兄，倒来对遮，若无安尼，还是青春兄会去开麦哦。若无安尼，人了心思来讲究，拢啥啊？讲究拢规伫空空，人来了心思讲究，拢规伫空空。亲像人设电报，还是自动车，还是飞行机，还是活动的写真，咱学落因的后，会晓得发现迄号的事，发明然后还是发现的，总是
若毋是上帝早早备办因所要用的材料，就因的熬规伫无改载，毋免惊安尼。无论因要用什么料，迄个面已经有，是因为安尼，我信伫即世间有拄好的药，通医治即个真厉害的症头。人却还袂有找到迄个药，毋过我拍算果然有迄个面伫地，得听候人去找。我捌听见走去倒去加拍摄啊！加彩色加，我捌听见医生讲，即款油即款油有真大路用，即款油有真大路用，却是无够额通医到完全好。即款油咯，油我毋知吼，还佫有真大诶路用利益人。毋过，即号油100年前无人捌，面却是伫地，迄个面却是伫地，警察是人还袂去摕，犹原安尼，兼无通望还佫较好诶药伫地，有招庇诶功效，得听候人去查考。这是表明即个后山峦即款诶路用，天下万国有熬诶医生得牺牲因诶性命，爱救遮诶艰苦诶人。哦，要佫透落啊？看你。好，我读到遮就好啦，互人。好，多谢评论兄。好，安尼后一个应该是着我，应该是着我。好，安尼好，我继续读。咱毋免惊天的，爱知即个爱知即个意思。若是看咱台湾就通知5、60年，咱即个海事有侪项的破病。我本身会记得有鸟鼠症，有霍乱病，有出猪迄落，也有肝热病。即个真生，我家己有肝热，我家己有肝热，无人年，差不多无人月，呾遮久，迄落的病伫倒位，差不多拢无。细汉的囡仔有诶敢毋捌遐个名，怎样会安尼？就是人讲究迄个卫生法，照所讲究，就说好诶法度咧治防，用好诶药来医治。伫到台湾算是好徛起诶所在。毋过50年前，遮诶逐项诶药已经有，遐个卫生诶仪器也伫咧，不过迄点也袂有人去讲究。袂有人去讲究来知。若较早讲究来说法，就毋免人拄着遐尼济艰苦，毋知着偌久，就即落内病犹原会无去。咱毋通嫌即个世间是艰苦诶所在，着嫌咱本身，因为咱咧计役办米，无咧要紧才会救命人民人诶法度。
恁想看觅，对原早对亚述国、巴比伦国到呾人有人有了偌济工、偌济钱、偌济人的性命，拢是要拍别国，互伊降服，拢是害人，毋是要利益人。到落尾无所得着，拢是拍算。10万年前，阮迄边的大国交迄边的大国交战50年久，交战5年久，迄时也是安尼，千万人死，着伤的算袂了，差不多无一口罩无伫油门毁坏到袂算得，也到落尾是无路用。逐国拢在艰苦，无论赢也是输，拢有大大欠亏。好，我读到遮，剩的爱罗番两光兄，等我一下，我先甲头前的，就是要甲头前的青色的改画起来。敢会当用较大字的，我看无。会使，等我一下哦。好，遮揭开后壁遮，安尼敢会用一？大揭开嘛。对，到即个青色才开始起讲。当通想，说书有用遐济的心思、遐济钱、遐济人的性命，有计划要三帮赞、三听来讲究救命的法，无讲究害命的法度。到即阵，世间有偌大的进步，人加添偌济梦的福气，依法想出偌济项救人，免得一毫会变。检采即个后三元的目的已经达到，所以我讲着嫌本身贫惰，趁私欲，无趁三听的法，至到遐济项的教科的艰苦，了伫地。无互咱拢除去，但咱着趁较好的法，鼓舞即号后三元的事业，望无看袂着，望无偌久有大功效。做安尼是趁咱的主的模样，行伊的骹步，体贴伊的心。照咱算，今仔日是3月30日，照旧历是2月16日，照犹太人算的是正月16日，拄好是因的满过节，是咱的受难节。因为伫今仔日，咱的主是伫12届来12届，是伫12届来
属咱会做。好，我读到遮。好，多谢龙光兄。安尼咱落尾搁请托普来收尾，应该轮去头一个。搁有较搁有啥慢入无诶，敢还有人要读诶？好啦，顺便问者。哎呦，有Carol要读。好，安尼咱就请 Carol 接落读。看一下，我找一下即摆伫倒位。好，遮，对遮，诶，好，等下我来瞧一下，这好是为第呀，即摆因剩即摆剩上尾一段，为即上个尾我看到啊，用啥物？用今仔日做咱的路程式是真合适，因为咱的主落来世间，出世做人，毋是要败坏世间，就是伊原本所创造，就是要败坏魔鬼所做的，叫伊含38，就是第三章第三章第8节，节所第8节所记载，上帝所做的是拢好，魔鬼所做的拢是歹，魔鬼所做的那拢毁坏，像上帝所做的若定减毋是变真好，当咱的主踮伫地面上的时，伊常常拄着太过的人，敢毋是甲咱台湾所有的太过相同。好，读到遮。好，多谢 Carol。敢搁有较后面才入来的朋友要做伙读的？好，若无托普，请你甲伊收起来。好，即马伫总是吼，好，总是翻译是三重的字，照犹太人会咧，泰国的人是无清气，毋通甲别人相交陪，毋若安尼，连懵着的人也算做无清气。毋过耶稣无惊，无说字，伊好胆，伸手看因，显明伊无互因所目着，反正是因互伊看手了，像变做清气。歹是好，是互好，歹是互好较赢。咱的先生也是安尼，是体贴耶稣的心，学伊的模样，是靠伊的力，望伊的神会引带，望伊的神会引带，好胆进前起一间的厝，要甲即个边境交战到较赢。咱今日三角组织伫遮，显明三体贴的意思是好，总是毋通干那伫今日尔，着常常少年替伊祈祷，照咱的力量帮赞伊的所为。毋望年年有好消息通欢喜，大大利益本岛的艰苦人，大大归荣光予咱的上帝。心是所愿，是心所愿，是心所愿哦。
啊，得下泡芙薯尾，落力落力。好，安尼多谢大家做伙甲这篇读过一摆。这是咱今仔日的文章，叫做真正基调。大家若拄则有听，应该就拢有听到，是咱巴克勒牧师伫后山园这间病院成立的时阵去宣告。1934年3月30这天，好，安尼，咱就来进入俩堂这拍。好，安尼俩堂伫遮甲大概讲，像我妈妈读册会会尽量去看当初时，若是教会报迄个扫影原文，阮知影伫网络其实有诚侪优质，诚有心。有甲遮个原文电子化，变做是迄个，就是文字档。毋过，阮嘛是会惯势想要看即个扫影。当然扫影有啥，若是迄个品质，有啥像迄个 H 甲迄个 B，就会较歹看着。毋过嘛是会尽量想要看扫影来去熟悉，去加强迄个感觉，对。嘛是一款挑战，甲练练来培养。好，安尼。出来掠虫的时阵，若是伫我妈妈内部的读册会，因为其实咱知影讲人的注意是无法度维持介久，咱就会去分配讲，比如讲像我的头前甲后壁，我是青准兄甲龙光兄，就这应该第先讲，毋过是讲互大家参考。即摆要掠虫，大概能听的人嘛，咱阮斗掠，我就会像我的部分，就会落番青准兄甲龙光兄。大声掠，剩的人若佫有听到，再来补充。因为安尼咱就免自头到尾每一个人拢足认真，结果拢掠无着，还是拢干那掠啥物人安尼。所以大家就有家己的管区啦。像迄个掠头，我爱掠我的头前后壁的，我的头前后壁爱负责大声掠我。剩的人若是我的头前后壁的掠无着，再来替因斗补安尼。好，这是迄个读册会的设计。那后一届有搁办的时阵，大家若是参与，会搁甲一拍，搁甲伊即个规则搁甲伊有入来。好，咱就一面一面来看，来掠虫。好，安尼头一面的部分，大家敢有要斗掠的？这是草普读的部分。我先看草普后壁是啥物人。好，小云这样甲龙光兄毋知敢有要斗掠。即届无即个规则，我先掠好啊。好，我惯势我听到的阵，我就会甲伊标清晰的。像头一句有咧计划要去即间内边病院，计划要去，拄则听做听起来是计划要去安尼。搁下晡3点，咱敢会讲下晡3点？咱应该是讲下晡3点。下晡3点，下晡3点。对啊，3月30号下晡3点。咱应该袂讲3月30下晡3点。我听电视中拢讲下晡时下晡嘛会使下昼。是因为下晡时啊，敢是因为迄个本地就有？敢有你讲电视中拢安怎讲？下晡时啊。咱4点，咱做伙来收听，看会到广播嘛？毋过我无确定敢是迄个时。我毋对啊，因为伊的下晡时啊是伫咧厝。对。所以若遮应该读下晡3点。敢是我毋知，我无确定。下晡甲下晡，下晡是新事啦，下晡是传统事。下晡是新事，所以下晡3点嘛是下晡3点。照讲读下晡3点较对啦。毋过若读你拄则讲的是下晡甲下晡嘛，迄是下嘛，对无？晡拢是晡嘛，敢是？拄则迄个点，敢若是迄个。袂使读下晡3点啦。对。是下晡时啊是一个事，所以才会读下晡时啊。
好，多谢。嗯搁有遮，我前日来看见就地医生的铺仔，拄则可能是就地医生的铺仔，对，迄个地敢若袂记绝掉。对嗯我曲毋是医生，我无确定是我听老高是啥，我听起来是我曲是医生，敢若毋是迄个我无确定是我无听到还是有网络还是安怎，无确定。好，即项要讲究的，即项是要讲究即个内边，内边讲究即个内边，即项是要讲究即个内边，拄则敢若是安尼，嘛是无转调。通医好即个镜头，就通医好即个镜头，拄则是安尼啦，我无可能安尼讲对，因为有时仔若是读到汇报，还是咧教会有迄个嘛。教会 Q， 毋过教会 Q 到是咧读圣经的时阵，这是平常时说教的阵，敢嘛安尼我无确定。或者我有做一个记号。好，安尼咱就过来，这边敢有人要补充的？一声、两声、三声。好，安尼咱来到后一面。好。这边大家敢有听到啥物要爱补充？要爱你爱？等先看倒手边者。我这边我就先讲，就是通安慰艰苦的人的心，拄则应该是迄个胃无转调安尼，搁阿天可能是看伤紧，直接浪一对，浪规抓的，我画起来迄抓，对啦，我头前袂记甲大家用迄个卡拉 OK 直播的方式，对，较到人。对，我会记你有一摆，伫台南，我甲陈时娘，变做我陈时娘有去找，对，加人一抓。好，这边敢搁有人有听到啥有要补的，正通的。好，那无咱来看正边，这边大家敢有人有要掠糖的？迄个即世，迄个伫咧咱读册会咧读扫影的阵，有啥即世间可能读过即世间的即款的，有啥是扫影品质无好，有啥咱若是有先读就迄个头尾的迄个意思，就让帮助咱了解到底是即世间还是即世间，所以才是即世间。即落的边，因为其实即号思想是毋对，应该是嘛是无变调，我袂记得啦。毋过我有做记号，像即款即摆的记号，大家若是照欧妈妈读册会咧芳的阵，会建议负责读这段的人，若是有闲会当去翻头去听，即届的会议录音就会当听到家己迄个时阵是读做啥款，可能会当安怎抄，后摆佫撞到即款的字，还是即个词的时阵，就会心内家己就有一个迄个样来提醒，就较袂佫毋对安尼，较袂佫讲毋对去。好，佫来 B 班，欢喜应该是对即个词可能较无熟悉，所以可能就读毋对。即世间的物是比办拄拄好势。就是准备传甲拄拄好势的意思。是真后的科学家所拄的，著作迄字著作，遮对，所拄的著作，伊有查考即世间万物，查考，所以变调即个世间，除非有平行宇宙，无应该是。即世间，就应该是即世间。好，查考，就查考这个词伫即篇嘛第人出现。这宇宙拄好切做两抓啦，所以可能较难袂起来。宇宙内检查无
一所在，亲像咱即个地球遐焦逼，对，伫宇宙内咧学咱地球，对，啊遐焦逼，啊这应该是迄个 H 甲迄个 B 的扫影有时啊着较高，较高迄个会有即个问题，毋过所以才希望逐个人若是有先读，都有法度，逐个先家己替伊掠通，替迄个扫影的品质掠通。好，我读了不知受感激，遮。本人无拍算有影安尼，对，遮应该是读较急。我有做笔记的所在，应该拢较迄落怪怪，无注意尔。是因为伫火炉有涂炭跌倒，火炉拄则应该袂去读做啥。我感觉你迄落你咧读的时阵较赶火车，对，就有较迄落。我抬头有即个涂炭通用，抬头。伊抬头是啥物？抬头，即款嘛，当然先查，即个写伫书类内底。我哪会有即款涂炭通用？对，即个是啥哪会先读啊先笔记？对，我有查，毋过我敢若无听起哩。我嘛是读无，啊，我有先查。好。烂茶变做对，这嘛是上帝用烂茶变做涂炭。应该因为你无先读，所以应该是读到遐，你就是家字读出来。烂茶变做涂炭，过来落尾第三纸拢是我靠上帝，我靠迄个我，搁有在早所备办的材料，青色的即几个所在，我有记起来。好，安尼即边敢阁有人有别只有掠着别只糖要提醒的。有一个世间变做世界，敢是即个查考即世界，还是即世间？好，会欢喜等伊甲听。对啊，你听迄个，你赛车的时阵就当听，对甲咱对弄遐当做 podcast 会当听，你就是台湾国的文章。好，所得到倒位？欢喜有几落个所在，迄个所拢变做所。对，毋过我想讲伊家己有个改，对。迄个学士，毋是学士，学士。倒位？较顶悬迄个所得到。所得到伫倒位？你拄则嘛有讲。这是欢喜拄啊开始咧读个阵。下骹迄座。所地所得到，所得到。我读所得到。搁有所得到，拄来个啥？学士跳学士，遮。人毋通安尼，即个所在应该毋是人毋通安尼，是人毋通安尼。倒位？对无？即个个人四抓。阵容啥事？我见读拢遮。人毋通安尼，对。但毋是人无爱啦，是人毋通安尼。搁有。若欢喜要问是？我想讲，我拄读啥？我想讲，烦恼人毋通安尼，甲人毋通安尼有无共款诶？好一遍，人毋通安尼。人都无爱啦，你搁爱安尼？搁有人毋通安尼，是咧讲人类人，你做人毋通安尼。人无爱啦，是人无爱，迄个人伊无爱，对。好。安尼阿天，你话讲人毋通，我来讲，人无爱是咧指家己啦，人毋通安尼是这叫别人安尼啦。人毋通安尼是咧讲
大家人拢毋通安尼啦。啊，你若讲人毋通安尼，就是咧讲我啦，我毋通安尼啦，人毋通安尼，迄个。人无爱啊，伊就无爱啊，莫甲勉强，人无爱，莫甲勉强啦。对，是咧记某一个人，对，可能是你，可能是我，可能是伊。好，赞。阿天继续，阿天拄则讲过有要讲诶着。佫人两抓迄个对反。欢喜你拄则读对反呢？对啊，因为你是买差。对反通讲。一个所在曲咱下较知识诶，曲咱正人。伊是倒位读毋着？伊甲伊读做曲咱正人。哦，曲。你迄个促音曲，毋是曲。哦。你读看觅啊？曲咱正人。因为即个曲后壁若接物件是伊诶音会变，毋过伊是变做较落尔，曲咱正人，毋是变做毋是变做曲啦。下骹迄个气骨气用。气骨气用。尾第六抓，即两个是平排诶，一个是气骨，一个是气用。我欢喜想到即个读较尔急啊，敢是因为头我感觉你读较足急诶，毋是紧诶问题，紧慢其实无问题，毋过敢是因为头前诶人读较足顺诶，我感觉你咧赶火车，其实慢慢读无要紧，因为足明显诶，你读伤紧啊，毋过因为你目睭扫甲头壳吸收诶速度也袂到遐，所以你足急诶，你就无法度判断。像阿天拄则咧提醒讲，听好人气骨气用。毋过你若是目睭先扫过，先知影这规句诶意思，你知影气骨甲气用，伊是平排诶，你就袂输有人后壁咧甲你扫，你就紧看着上做紧读出来感觉。其实毋是速度诶问题，是对于来讲，即个速度伤紧，是伤急啊。对，啊，你家己若是先读诶阵，你嘛会当，我家己先读拢是直接读出声啊，对，因为你家己嘛会听着，等于安尼有3摆。我目睭看一摆，喙读一摆，耳仔佫听着我家己诶声，搁一摆，对，会当试看觅。好。咁是爱说气骨气用安尼。是。气骨我听，但是我听，我是讲气迄个骨，毋是骨啊。你是骨，气骨气用。这嘛是。欢喜拄则有问呢，我袂记你倒一个词，第8条的词，第8条伫迄个中北部，有人讲骨，有人讲骨，啊伫南部有人讲骨，有人讲骨，所以拢对，你若读骨。有一寡南部人会讲是毋对诶，毋过有一寡南部人，你家己应该爱选一个腔口，较稳当。主要是，我会当补充一个哦，迄个我讲第四条甲第8条诶分别哦，真学得分别。啊，你若斗2字落去看吼。你就会当知，像讲骨甲骨诶是第4条是骨，但是伊单音是骨，啊，你要知影到底是 OK 骨头诶骨，还是讲骨头诶骨，这2字斗咧，骨头，迄个骨诶骨头骨，迄伊变
变较悬音，骨头两字的时伊会变悬音，所以迄个骨吼，咱讲骨头，迄个骨就拢是算第四音。啊，你若骨头降落去，迄个骨就是算第八音。甲吼，你若讲一日甲一日，吼，咱考量即世间甲一世间，哦，即世间甲一世间要安怎分别？一哦，一两三时的一世间，哦，因为伊个降落去变降落去的是变第八音啦。啊，你若是悬去即世间，迄个就变第四音啦。迄是往安尼，这是你要咱即摆较少年吼，咱其实人老岁仔因较早因迄个第四音甲第八音因足简单分别，啊，即摆第四音甲第八音吼会足混杂的，啊混杂，所以咱要安怎掠出来吼？你若甲斗两个音，啊，迄个音会较悬起哩，迄就是算变第四音啦，啊会较低落来，吼，迄是算第八音。一日甲即日，你用安尼来分别迄第四音会甲第八音，哦，你若看到第四音甲第八音，啊，你用两字的这个原则来，你就较容易分别安尼啦。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吼。OK， 是的。多谢，多谢青准兄。因为其实我真正感觉，迄落北部人也是，因为像我拄家己是下港人，就第四、第八分较分明，我拢足好现讲，就相对较接近第四、第八较接近的所在的人，安怎第四、第八，伫迄个台中乡，第四、第八相共。因仔用第八青准兄伊讲的迄个方式，因才会知影。毋过北部腔第四、第八是，谁那是讲第四、第八，毋是第四、第八？什么意思？谁那你是讲第四、第八，毋是第四、第八？啊，对，第四、第八，北部音是，照我的语感含经验是，北部人听会到警察，毋过南部人无了解是安怎，北部人听会到警察。敢是甲蚵仔话？蚵仔话我听会出来啊。迄个是，你讲的迄个是迄款声音，就真正会相共。毋过伫我上知影的北部音，第八条是骨，第四条是骨，有一个警察。欢喜恁遐的腔口应该是即款的。你头拄仔甲我看到我的面，就是听袂出来迄个面。喂，阮下港人听袂出来会使，毋过恁家己头远啊，你敢听会出来哈？好，大家当好佳在咱论坛有录音，大家当录影，会当搁登去迄个咱的论坛 YouTube channel， 可以听入来，就会当聆听啊。多谢大家。我拄则咧讲的，毋是咧讲迄个骨含骨迄字啊，我是讲头前迄字啊。你想讲，你若读讲起骨啊？好起，对。诶，是迄个起啊，所以是即个我小可感觉怪怪，因为咱若讲用汉字的时，拄则迄个明显有写迄个用迄个起对是大个起嘛，吼。对。迄起是第三声嘛。对。所以变成起骨啊，会变成起骨嘛。啊，所以你若讲起骨的时，还是起骨啊，拢听无嘛。哦，所以迄个一定爱读个起骨，还是起骨啊？啊，去找，安尼较听有啦。是。你若讲，你讲起骨啊，还是起骨，还是起骨哈？拢。
所以应该是头一音，我咧听是安尼啦。中文腔那读一摆，咁迄个天，OK，好，伊两句啥？伊是讲，迄是你去骨啊去吹嘛，去用啦，对啦哈，去骨去用啦，所以应该是头前即音哈，你若读做去骨哈去用哈，安尼会感觉听就好食呢。对啦，你会感觉怪怪啊，你讲去骨去用还是讲甚至讲读台中腔来读做讲去骨去用咱嘛听有啊。所以迄问题是你即个 KHI 啲音要读安那，要读第听迄个医生还是要读？要安那读诶？你感觉你的语感敢是安尼？是有影，去骨去用。所以这文法毋知要哪说明，咱就毋知影。你若讲照讲咱的变音的规则吼，应该是这是第三声，应该一定爱变做爱变做迄个看第二声咁我就想讲袂出来啦吼。这最重要诶。文化可能的文化了解无啥物变调的规则无啥，无啥嘿。咱爱甲迄个咱搞咱台湾搞研究者。有人讲这是再转调吧？毋过伊当时会出现，要安怎说明？无迄个转调吼，转调有一个规则啊。就头讲去骨，单字的时是去，骨是骨。你若两字做伙是迄个第三声爱变第二声，迄有一个原则，迄自然，咱自然就会，咱从伊这个去骨是骨头的骨啦，听候人去骨去发觉啊，去用去做路用，迄个变骗词啊，骗词的是迄个去骨，你袂使讲佫去骨。你若骗词的是变做去第一字第三声变做第二声，迄一定的原则，你若有有一个系统，迄叫做变调。像我知因为拄则梁文遐提出的是，其实咱若是真正人开读的时阵，可能会比第二声佫较，敢是悬。变做第一声啦，第一声变做去骨。第一声较听有啦，嘿。你敢若是安尼呢？毋知要安怎，其实就违反你拄则说，毋是违反的对袂起来。敢是咱的规则佫有另外开例外？无确定，咱比如讲未来咱台湾国研究院语法册会安怎来解说即款现象？咱遮敢有较资深的北部人？资深。那有乐欢各位，我较毋知影。无咱转去咱拜其他社会问资深北部人。资深北部人拄好有看到我甲 take 啊。好，无咱记起来，我即摆去读，然后来迄个咱我妈读社会，转来研究。多谢大家，等下哦。好，安尼咱即个部分，好，安尼咱迄个去骨去用先到遮。若是大家有想到啥，会当伫咱世界聊讨论段群组继续讨论。好，安尼即边敢佫有啥物通要掠的？好，无安尼咱后一边正出边，这边敢有啥物通要掠？我是无，先看看用看。迄落还是知识的论的减一字，迄个也，咱也毋免。咱也咱也毋免惊天的。好，感恩。好，一声倒出边遮，一声、两声、三声。好，安尼咱着正手边的部分，敢有通大家要来斗掠？一款的路用，一款的，
应该是迄个哨影印无介清楚啦，应该是迄款。倒位，我拄则咧看嘛无看到。好，咱有看到，再来滴，好，多谢。好，安尼我讲遮有一个较重要啦，注释字个，拄则刚读到是字是一个，因为嘛是迄个哨影，所以咱的迄个声调较歹看好清，应该是是字是一个。好，安尼正手边将一声、两声、三声，好，安尼咱有一个倒手边是迄个紫色的啊，迄个哪西，若使看咱拄则我读到你敢若甲读做刚我刚读做哪袂记你甲读做嘿，若是哦，好，读做哪是？好，若使看咱台湾就常知。吼，我的语感应该是讲哪西呢？较毋是讲哪西呢？恁感觉啥物款？迄个青春遐到位置啊，应该是青春遐伫咧，因为这敢是较高出现伫迄个教会。嘿，迄个青春遐伊安细汉就较知啦，嘿。你讲哪西还是哪西？衫啊，这是真标准的台湾话啦。咱给我看，咱也毋免惊天的，爱知即号意思，吼。即个意思，哪使看咱台湾就通知啊？哪使吼？其实这规句吼，我即摆读，咱也毋免惊天的，爱知即号意思，毋免惊天的，爱知即号。哪使看咱台湾就通知？哪使吼？这个是一个OK， 我若咱也毋免，这真标，这普通较早老牧师因咧讲道拢会讲这个，哪使？哪使？就是讲哪使？哪会着看咱台湾啊？你若用过白话就哪会着看咱台湾就通知啦？哪会着看咱台湾？哦，哪使的意思？你若用白话就用哪会使嘿？哪会对啦？安尼，迄个，伊这哪使是较文言的个，伊这个白话字哦，巴克咧较早在写，即做这白话字真济吼。咱像讲咱头仔在看迄真济拢为厦门遐的台湾话遐过来，迄拢是真标准的，迄个厦门音过来的台湾话啦。所以。这是较就咱讲文言语啦，哪使着啥玩意啦？安尼哪使？好，OK。多谢，就讲遐甲长春遐，对，因为真正较我可能较无接触教会较少，就较罕得听着。啊，若是干那看书的，读做哪使？因为要对迄个规则。所以青春遐讲的是对啦，吼，迄是可能是厦门的话啦，吼。来台湾即摆现代口语吼，就已经无咧用啊。我即摆是无了解讲即摆厦门敢若佫有咧讲即种话。有影。咱敢要真正要佫捡即种语言入来，迄是佫另外一种的讨论啦。有影。是。所以嘛无一定讲过去100当前写，咱即摆就坚持要甲捡倒来安尼。是。迄毕竟迄嘛是多厦门的，迄嘛是，会当讨论。好，多谢。安尼即面无论倒边啊正边，敢佫有通要倒你啊倒补诶。一声、两声、三声，好，安尼咱落尾上尾一面有要掠糖诶无？迄个败坏是败坏的部分。
啊，搁有记载，我即摆青色的部分对，啊，搁有魔鬼做的、上帝做的，毋是做的，做台湾制造的做，是，啊，搁有，咱的驻点伫地面上，会是地面上，迄个面敢若嘛，袂记哩变调。啊，过来后壁则显明伊无互因所目着，毋是目着，目着，哦，毋是目着，因为目着啥物？后壁若佫有物件，才会是目着水，目着啥？毋过因为遮后壁一停啊，所以是目着。嗯，啊，佫咱四纸迄个模样，嘿，我有片音，我知，我读这模样是模样，模样，模样啊，即间厝，敢是一？可能是读做一间，毋知对。有，着常常少年替伊祈祷，应该是常常少年替伊祈祷。利益本岛的艰苦人，嘿，对，应该好。是金所玩迄个，就爱迄个的，就爱用即句做收尾。所以我想我头前读啊，就有意思，落尾。啊，我想我要赶结束啦。种输的感觉，悲惨的感觉。好，安尼，即边敢阁有人要斗了斗步？好，多谢大家。安尼若无，咱头前甲今日这篇文章读过一摆，啊，互相俩读，咱读的时阵会读的部分就到遮。安尼咱煞来要进行到后一拍，咱要来看咱的共同笔记，咱的语词的部分。出来到遮，还有看到吼。好，即摆即个语词的所在是咱有先读的人。有做笔记其实迄落啦，大概若是有先做笔记，安尼即边会有法度学习较侪。像我可能家己有查，毋过我着无家己做校正记来遮。毋过咱就是以遮现有诶来看好。好，咱嘛是有朋友有先记哦，啥落写搬过节是咧讲犹太教。对，搬过节、搬过节、节、搬过节，今仔日拄好是因的，伊拄好是因的搬过节，通常就安尼记，这是啥物意思？犹太人的一个节日，英语号做 Passover，咱就知影这是一个节日。像中华那边克记这，我听起哩，我有查，毋过我就无甲伊考来遮。像钓博就是爱开时间开力的代志，辛苦的代志，应该是辛苦艰苦的代志。克记，不然讲医生克记钓博嘛，应该拢是差不多艰苦的意思。备班准备预备的意思，就就拢会当去书店查，甲伊找来遮。像拄则欢喜嘛有问，啥物物件啥物意思嘛？对，好。毋过今仔日有天气的语词就伫遮。通常若是一个读册会内底有迄款就认真做笔记的人，像咱若是翻头来看遮个资料的时阵，就比如讲未来我要准备互阮乌妈妈囡仔读其实就较毋免个了遐侪时间个整理过一摆，对。所以规个读册会内底总是有迄款较敖做笔记的人，即个时阵就伫遮有大大发挥甲路用。好。安尼咱今仔意思，因为敢若有写起来，敢若遮咱就记踮遮看到遮。煞咱后一拍来芳问题讨论。好，
问题讨论今日，咱有人先读先写起来的问题有2条，我先拢甲读过一摆了，咱照顺序来讨论，大家拢会当讨论哦，对。好，第1条是安怎互人来听即个世界，也是讲人是为当时开始无才调来怨叹即个无才调听即个来怨叹即个世界，好，无才调来怨叹应该是开始来怨叹即个世界。好，即条是我写来，所以我就是遮改。迄个第2是人类的即个物种，敢是有可能一日无相杀？这无可能是啥物人听的，对。咱拢主持的惯系，伫即拍问题讨论的时阵，的惯系甲所有问题拢读过一摆，了后咱就照提出的顺序，互迄个提出问题的人先讲是安怎伊想要提出即个问题，来互大家做伙讨论。好，安尼，头一个问题是我写的，所以我先来讲下，然后提出即个问题。安怎互人来听即个世界，还是讲人是为当时开始来怨叹即个世界的？因为，我会提出即个问题，当然是读即篇的时阵，读到伊讲有一寡时期的人类，还是讲教会，还是伊是讲希腊时期的哲学家，是咧讲即个世界是歹的嘛，还是爱人怨叹即个世界，是讲像什物邪教？就讲即个世界是尘世，是无好诶，拢是要脱离苦海诶，即款概念。无确定甲宗教敢有关系，还是讲即摆侪人拢是会感觉有，迄个侪人是我看身躯边诶朋友啦，是讲即摆即个社会足侪人恶症嘛，还是安怎？其实拢会感觉活来足痛苦，还是大家可能捌听过一句话，就讲当初是我无同意阮爸母要甲我生落来，敢有甲我问过？其实我感觉大概看到即款话，还是即款现象，还是即款人，就会感觉诚毋甘。特别是平常时我妈嘛是咧带囡仔的，其实看到囡仔，其实阮咧带因咧耍，因头一个看到即个世间万米，只要是万米，连兄滚水咧唱演，因拢会当感觉哇，足趣味的，足水的，连风飞沙，因感觉沙压起来，风咧吹安尼，因就看会着风，因嘛会当感觉足趣味的，就感觉对啊，人是当时开始怨叹即个世界，感觉足辛苦的，毋知影，就向对即篇会当搁看到迄个巴克勒牧师讲，其实咱会当对万项内底拢找到即个世界真正奇妙嘛，就今仔日的即篇文章诶题目，所以就想到即个问题，看有人要来讨论的无？大家有要讲话，咱直接开麦，反正咱即摆人嘛，无讲介济。若是歹势，直接开麦直接讲，卖当举手，我甲你迄个，甲你问，安尼你就拄好会当发言安尼。我就要先点啊，老欢喜来请。我搁咧想讲，我敢毋是迄个另外一边的迄代表安尼。你怨叹即个世界还是安怎？就是这2款代志，我拢有做过啊。对啊，毋过是当时开始的，你敢会记得？当时开始怨叹即个世界，因为啥物代志，还是几岁？还是我无确定。你讲我啊？我问你，无你咧讲别人。应该是初中迄阵啊。安怎？初中迄阵无伫学校内底无遐好过啊。是开始要求成绩还是安怎？你讲成绩嘛是啦，毋过迄毋是主要的原因，就是伫学校内底甲同学之间迄生存无遐尼好过安尼。迄个警察伫对啊，是人变大汉了就开始写恶起来，敢是？你讲边仔的人哦？无咧，是安怎？你讲白白拢是人啊？
对无？共款诶拢是人啊。我感觉我小学时阵，我诶同学相对较单纯安尼。啊，毋过因为我初中读诶迄间学校，因为迄已经是市区，就是边仔较庄卡诶学校拢会来即边读安尼，所以人嘛就侪诶。所以初中甲国校诶差别是，第一人变侪，啊，过来，可能国校是可能共一个几个里，啊，搁有初中，可能初中生较白烂安尼。哦，青春期人咧，人伫咧上野鸡诶时期，对啊，所以初中生嘛较白烂，嘛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啦。啊，你怨叹啥？怨叹啥？那身躯边人遮尔白烂？我迄阵会感觉我是来即边受苦诶。哦，啊，你受着啥物苦？敢袂使问？敢袂使讲？我感觉即边无啥方便安尼。好，啊，毋是讲主要是人际关系。别项我无确定成绩，可能有啊，毋过无若比较起来，就是感觉就细项诶。哦，啊，主要是当冲，其实嘛毋是先生，也是，毋是大，我感觉先生诶态度嘛是有差啦。所以上主要嘛是当冲朋友伫共缘呢。嘿嘿嘿。哦，好，好，安尼你敢有啥物梦想？你讲我要问啥啊？对啊，我来想看觅。安尼我来问阿天。你要问一下，当时开始怨叹这世界，因为我相信咱逐个拢有加减，会使啦。加减拢有啦。我相信逐个加减，对我加减。啊，毋过要安怎个对怨叹，可能个对，因为其实我上希望诶，因为我身躯边有足好足亲诶朋友是自杀足侪摆啊，无成功，伊搁要搁我咧啊，我得就希望咱家囡仔生出来，互因来到即个世界，讲实在上尾，你讲大富大贵还是啥物毋知，毋过敢若希望因咱每一个朋友，咱人拢希望感觉哦，加在我有来咧，就感觉对啊，就加在我有来，就算迄个过程，对啊，毋知。嘛是有足侪加在我有来迄个成绩出现啦。对啊，对啊，就希望即款的是占较大面安尼。啊，你要问阿天啥？你问下别人读的，无阿天毋知要爱。哦，安尼我来问阿天，啥物时阵感觉你好加在你有来安尼？我应该上细汉的时讲较欢喜啦，较快乐、较喜乐啦。啊，你即马3岁啥？我讲所以你即马无去咯。应该3岁离开 LA 了，人生就变较。你有3岁以前的弟弟哦？加减有。啊，警察是伫啥？是伫迄个环境。应该一方面是日头啦，日头最重要的有影。搁一方面是爸母，因反省嘛无适合伫迄个时阵离开LA。大人对囡仔影响嘛是真大。因应该离开了嘛足压力足大诶。反省是安尼啦。啊，我17、18岁就转去加州啊。对囡仔来讲，14、15冬足久啦。
毋过即马想无遐久啊，即马敢若想十岁，那无足在好无？但是对你回应老欢喜感觉好佳才有来即个世界的意思，3岁以前，甲17、8岁当然会了，敢是这意思？啊，就无啊。哦，我会想到我是回应3岁进前啊。你3岁以前了，你就拢无感觉好佳才有来即个世界的 moment。对啊，去像你啉酒醉的时阵，我就会感觉好佳在我有来，读册回来。真正会当分享的真少啊。就无方便，人家讲安尼尔嘛。我放心吗？我惊你3岁了都无。我讲一项，迄个我头一摆，我头一摆徛落摆无遐趣味，毋过头一摆家己徛落摆，就足趣味的。伫泰国南部的庄骹，说一台乌托摆啊，我已经有准备讲，我若无衫会晓徛喺台，迄个租乌托摆的店，迄蛇路是伫一个山骹的所在啊，刷来就路直直落行啊，我就想讲，我就先徛离开，才个拍算啊，我就先直直徛落行。毋过我咧徛的时就发现讲我会晓徛啊，迄款四边拢是人咧徛落摆啊，我甲因共一阵车，迄是我伫美国足无的经验，因为阮爸母特别是因伫我3岁的时，算讲是带去住伫一个无亚洲人的所在啦，所以你去到倒位，你拢和别人无共，你无迄个甲人归属感。共一阵的感觉。啊，我伫迄个泰国的庄骹说一台乌托摆，我头一摆有一个足深的感觉，啊，佫徛我就徛去一间庙啊，未到遐就上大雨，啊，迄个过当年我头一摆家己牵我家己的乌托摆，佫较爽，啊，我早起时请假牵乌托摆，啊，迄个好有一个免讲的啊，暗时我就想讲，乌托摆徛出来去踅街，啊，我就徛过去啊新庄遐，徛迄个冲冠线，徛到迄个通关的关界，啊嘛是徛要到位的时就落雨，啊，我就洗翻头徛转去，所以即个头一摆家己徛落摆，头一摆牵乌托摆拢足足爽的啊！虽然是机器，毋过我感觉人为甲机器的关系足深的。啊，有当时啊，机器有灵魂。赞。好，我敢若嘛有听过即款讲法。倒一款机器有灵魂？我迄阵听到的是，比如讲，我迄阵乌托摆就是无因为一寡原因歹去，
因为这个因歹，毋过就是修理，就是完全迄边嘛毋知是安怎就是修理足久诶。有人甲我讲，有诶时阵请歹去，是因为你可能会拄着啥物代志，所以伊会选伫这时间歹去，佫拖足长诶，安尼。有人讲车会知影。唔互你徛。好，赞。安尼感觉有人想要分享，安怎互人来听即个世界？也是讲人是为当时开始来完成即个世界，敢有人想要分享？安尼我要问阿天，阿天讲，敢若做囡仔诶时阵，会感觉欢喜，无就会骑倒摆。安尼要骑倒摆去西亚湾耍山仔做囡仔无？西亚湾，西亚湾。你即摆就咧招了对啊？真大！你咧招我跳落去西亚湾，毋过我即摆无倒摆。有威猛啊！呢？哦，看威猛。上来咱家己瞧无？但是，你家看恁两个，互大家看恁两个小酒去佚佗，翘倒摆去西亚湾。我以前对感觉会当个欢喜啦。系啊系啊。是啊，所以你是用行动来回应即个问题，安怎互人来听即个世界？你安怎互阿天过来听即个世界？你就用跳倒摆去西亚湾，就阿天社会，就翘倒摆去西亚湾佚佗。是啊，是啊，其实我感觉这是上实在行动。就像我看你讲身躯边的朋友咧完成这个世界的时阵，我就是想我样做啥，所以才来问这个问题。无其实嘛是种毋甘就艰苦的。好，敢有人想要回应这个问题，还是对有要好问啥人？好，安尼，因为迄个我是惊迄个时间，所以我就赶紧进入到这个问题，希望咱12点进前每一个问题拢会当有讨论安尼，咱就来碰后一个问题。好，人类敢有可能一日无相杀？这个问题毋知是啥物人写的？感谢天。我有看卖没？主要写这个问题人出来解释嘛。咱若咧看别种的动物，咱会观察因的习惯，咱会判断讲这是伊的性。毋过咱袂输准做人类，咱袂输准做战争无正常。毋过咱若看，咱若看咱即卖媒体甲组织，无论商业组织还是政府的组织，伫全世界拢会感觉袂输无战争，才是正常的。毋过安尼反说无理比如讲，美国遮个国家，因要讲，敢若7个国家会使有核能武器，别个国家因无允准，因会讲的迄个理由是因希望讲落尾大家拢无核能武器。毋过这敢下咱对人类的了解，咱若用咱了解动物的方式来了解人类，咱敢会感觉这是一个真实的期待。咱拢会讲，
人嘛是动物，毋过咱伫足侪研究拢无甲人准做一种动物的研究。我有即个顾虑啦。有人想要回应诶，而且天解说。若无逐个人哪想，不管是人野手呢，无要先回啊，再来点人回啊。好，我感觉第一是，我无感觉人类无战争才是正常，我感觉战争才是常态啊。当然，迄是因为都有影是去观察咱人类过去这几千年，啊，都有影不是伫咧小战小态，所以我感觉有战争是真正常诶。毋过我犹豫啊，天拄则讲诶，袂输啥物商业界、政府界，拢感觉无战争才是正常。因敢真正安尼感觉，还是因是因诶行动上，我感觉咱基态无战争，我感觉人类基态无战争，还是为着和平来去拍，即个该当作是一个目标来拍拼，嘛是爱嘛，因为咱袂使。咱知影有战争，还是人逐即个小态，敢若是足正常诶代志。毋过无代表咱袂当无抱迄个期望去为着和平来拍拼。那无感觉咱，我无可能伫你期待人安怎行动，对。啊，就亲像咱台湾为着咱期待爱和平，所以咱诶行动上等到是爱为着战争来做准备。我感觉这是无毋对诶。啊，毋过咱期待和平嘛。啊，咱为着战争来做准备，是因为互希望对面迄个看到咱有咧准备，互伊毋敢拍过来。安尼我无确定安尼，我到底是正常也无正常，对。所以我无感觉所有诶商业组织，也是你讲迄个有核能诶迄个国家，因迄个讲法，我无可能大家安怎想啦。毋过从细汉伫学校咧上课，拢会教着这嘛。毋过教着这时阵，敢若是连中华民国诶学校咧教这时阵嘛，拢讲这是借口啊，无人会相信迄个国家是真正为着啥物落尾，大家拢袂有核能武器，因为咱台湾嘛捌想要拼有嘛，拼有迄个核能诶武器。毋过有诶人诶讲法，因诶讲法甲实际上诶无对，因是讲无要互搁较侪国家有核能武器，互咱大家莫较危险。毋过是因为因有啊，因安尼讲，啊，咱拢有啊。美国媒体是真爱写讲迄个愈有即个商业往来诶国家，就愈袂小台啊。啊，安怎奥巴马迄个时代遐挺中国，因嘛照因诶行动，因真正相信讲，你若一直甲中国有商业诶往来，中国伊就袂甲你小台。啊，我无相信啊，你应该相信。我毋知影遮现场敢有相信诶人会当出来。咱若看美国嘅官方含真侪美国人，美国生理界嘅美国人，伫迄个时代，差不多2000年到2005年，还是1995年到2005年，若照因嘅行动来看，因真正相信啊。因真正相信讲会使靠安尼来永远和中国和平。啊，因嘛收中国嘅学生去美国读什么科系，拢随在你。啊，迄个学校内底迄个机密，拢顾在你顾在你去遐hen。因拢感觉袂要紧，嘿对。敢有人有要回应诶？因为我听讲会对啊，毋过，所以即摆要讨论诶，敢是我无可能现场敢有嘛安尼相信诶人，因为若安尼相信诶人，就会当来回应即个问题嘛。啊，若是讲逐个现场无相信，讲愈有交流，
你讲商业往来，对咱甲迄个交流定义较明确诶，也是政治上诶往来，像即马 Trump 甲迄个中国诶习近平有啥物交流会嘛？即款诶，会当促进所谓诶和平，愈袂相杀。若是因安尼相信，毋过咱若是咱在座各位是无相信诶，咱敢是变做爱讨论诶，变做是安怎因会相信啊？咱安来有一个敢是，因为若是咱拢无相信，我就无确定咱要安怎讨论。我讲相信嘛就趣味诶。咱嘛会当想看嘛是安怎因需要安尼相信，也是因为讲实在，我感觉咱是需要想，因为因真正相信咧，毋过是安怎？毋知影就是敢是人修好还是安怎，就是对。我会当理解人甲人有啥会感觉，咱若是互相理解，都袂相争啊。毋过，做侪咱伫安尼内底，这是非常非常定有诶议题嘛。特别是日本人安尼若是哪一环，就你才会得伊讲啊。对，若是人甲人之间有法度互相理解，甚至毋是做语言即个物件，因为语言诶限制佫伤有限啊。特别相杀。就是因为人甲人之间若是互相理解，就袂相杀，所以我就感觉讲到底是安怎会相信？比如讲中国迄边，我当然嘛知影住伫中国迄边，嘛有可能有一寡人，伊可能是属于嘛无要插政治诶，可能伊嘛是一个好人。什么意思？伊嘛是一个人，毋过对我来讲就是，敢无就是，我无法度想象住伫迄边诶人生做啥物款，甚至对我来讲，可能我无法度，既然我想象袂着，我就无法度甲伊当做人。毋过我会甲伊当做人咧，毋过我就做边靠知影伊是中国人，伊要甲我对伊诶迄边因迄国诶人要甲咱吞食落饱，伊是人啊。若认真要安尼讲，我若会当讲较愈歹听，我无法度想象中国人，所以对我来讲，中国人毋是人。毋过安尼你若是熟悉中国人了后，你要安怎？你敢一世人你无载过中国人？我无可能。我若是知，你即款会足危险诶！你即款我感觉佫较危险，因为你是干那甲因当做毋是人，你才有法度甲伊当对着。毋过实际上因拢是人哦。你若熟悉伊啊，你敢是着因？因对我来讲，迄是因为因是人，毋过因无甲咱当做人，毋是咱无甲因当做人。我拄可能无讲矫正，就是就因为因嘛无法度想象，应该讲因想象的台湾人可能是中国的学校甲因教的，实际上嘛毋是安尼。我毋知，我感觉你讲的我听无。因为伊嘛无法度想象阮是啥物人啊，所以伊嘛无甲阮当做人。你听起来你是相信的人呢？因为你感觉因若是有法度想象咱真正是啥物人，因就袂甲咱杀啊，敢是？你听起来是阿天拄则讲的迄款相信的人。我即摆听起来是安尼啦，我无确定敢毋误会。毋过我无法度相信伊会当互相理解咱安尼。所以你无相信的是你无相信的是人真正有法度互相理解，敢是？你讲一摆。你无相信的部分毋是中国人，你无相信的部分是因为迄个基础其实是你无相信人甲人之间真正有法度互相理解，所以你才无相信中国人，敢是？我感觉毋是。安尼，因为我是咧整理我拄则听到的，安尼，所以你是啥物意思？
拄则也是迄个拄则塔普有想要讲话，塔普敢是想要讲看卖？系啊，第二我迄因素看进前的古人对哇，啊，我感觉咱就是这个岛啊。哦，你若要摕迄个比例，可能我即马无法度，我无法度想象。讲实在吧，嘛无想袂啦，有好解会当甲中国好解迄工。你跳若要伤远啊？你跳伤远啊？我无较定你咧讲啥。因为拄仔摕迄啊，你袂来比例啊。毋过迄人内底嘛无好解啊。我毋是讲好解，我意思是讲，伊嘛是人。对啊，因嘛是人啊，逐个拢是人啊。若是需要甲对方非人化，安尼相态本来就是变简单诶。毋过就是咱知影对方是人，毋过咱阁需要补解相态，到底人无爱安尼啦。人无爱安尼，人无爱安尼，人毋通安尼啦，毋过人会安尼。因为毋过对我来讲，台湾人是我看，我家己看会着，甚至毋免想象，就是我会直接看会现诶。若有真正有人要伤害台湾人，我就无法度甲对方当做人安尼。我会当理解你诶意思，毋过实际上咱会知影因是人。无对啊，咱是咧闪啊，毋过无定着人，人敢有法度真正刣落，无定着嘛是拢是有法度爱甲对方当做毋是人，才有法度刣落。可能嘛，敢若有人有即款能力，我讲动物内底无定着嘛是人，才有即款能力。我无确定，想看觅。好，咱时间的关系吼，咱来问看，敢有人想要来回诶即两个问题？对，拢会使。啊，因为像即两款问题，有较无可能是讲较个人，也是较私人，所以今仔日我着较歹势。若是讲我较无熟悉，啊有做伙咧读册边，我着较歹势一个去问去点安尼，对，安尼咱今日时间其实差不多。啊，其实有时读册会嘛定定问题可能比今日佫较侪，啊嘛无一定拢讨论得了，这是足事常诶代志。那嘛拢无一定爱有啥物结论，还是啥物共识，其实无一定。其实读册会诶过程，足珍惜甲大家伫即款无论是头前掠谈诶过程啊，还是讲后壁问题讨论诶过程，啊，互相了解，啊，会当。对啊，会当促进咱互相了解，可能咱就较袂相刣，无确定某一个程度看觅有安尼诶相信。对，啊，好，安尼今仔日的读册会，咱第185回世界台湾文化论坛，真欢喜大家做伙来读巴克勒来台湾150档诶纪念读册会。安尼落尾咱甲时间交互两光兄，敢是要来讲个讲后礼拜诶节目。多谢论坛啊，今仔日的讨论真贴合性。是。其实是我感觉讲即两个答案哈，即两个问题应该拢会当伫咱今仔日读的即篇文章来得到答案啦哈。就讲拄则第一个问题就是讲你要安怎吼，互人来会当来听即个世间吼。我相信巴克勒即个物件，伊毋尔敢用讲的，伊嘛是用伊的行动吼来讲啦吼。第二个问题嘛是迄个讲是毋是讲迄个相信讲若有咧做生意吼，就含中国就会拍起啥物件？我相信这是我用较简单一个来讲啦吼。这可能就是牵涉着创世纪迄阵啊，迄个人去食神乐果嘛，吼。上帝讲叫恁毋通食神乐果，吼，伊讲食神乐果了，恁就会当明白是非啦，吼。就是讲较简单的，就是讲
本地人因嘛拢无穿衫、无穿裤，咧无自我意识嘛，拢嘛袂感觉见笑。啊，毋过食善恶果了，因就会当判断是非啊，吼。啊，就是讲到尾食迄善恶果了，人就开始有自我意识啊。啊，要用家己的标准做标准，无用上帝标准做标准。所以按迄个落来了，佮刷落去就讲啊，恁这世间会有苦难，恁会当就会消停。所以是，就是差不多，就是讲人开始有要用家己的意识来做主的时阵，吼，人和人的冲突就可能真歹避免啦，吼。啊，国和国的中间，即马来去变做有一个民族意识，吼。族群意识吼，啊，所以佫牵涉着讲要抢资源，要啥物物件，啊，甲家己做伙，吼，啊，佫迄个佫足复杂吼，啊，甚至像即卖的情形，像讲迄个罗西亚中国的情形，因是要恢复古早因的帝国的迄种的迄个 great again， Trump 嘛是讲要 America great again， 所以每一个国家。拢要互因国家做优先，啊，所以这就难免会冲突啦，啊，所以是用啊，是不是安尼？所以这个其实是第一个答案和第一个问题和第二个问题拢是同款啦，就是讲到尾啊的时阵免啊避免人和人的冲突，吼，其实你若读旧约和新约，去听你的对照，嘿，啊，所以迄即种的迄个思想是到耶稣来较有呢，啊，本地迄个旧约的迄个神是一个以色列人的一个战神的形象嘛，哈，如果伊来哦，那上帝伫我只我就拍赢，哈，所以是迄种的威化吼，所以就是较属于即种，啊，毋过到来即个新约的时阵来用耶稣做中心的时阵，哈，迄个咧讲的故事就拢无共款啦，哈，啊，就是感觉讲用即个，啊，安尼自我的牺牲，哈，是，来听世间人爱互相相听吼，啊，所以是，毋过伊伫一点就是讲，伫迄个中间的时阵，相听敢是一定是受苦若听啦，哈。啊，这个会牵涉着讲，对是毋是即个来生，还是讲一个另外一个世界有一个寄望的时阵，较会当甲食苦当做欢喜啦。是，啊，那安尼时阵就是讲，伫迄个中间，伫迄个足无平安的中间，啊，一个正受人吞打的中间，啊，伊还佫有法度人。去看到喜乐啦，吼，啊无像讲遐受难者，迄是拢完全是违反人性啦，吼。迄敢毋是一个人尔，迄是一群迄阵仔的人，因拢会有迄种诶，吼，迄受难者，你啊看耶稣运动到尾拢宣告嘛，啊。嗯。我嘛是咧想讲，这咱绝对做袂到诶啦，吼。然后你即摆该做我做袂到，啊毋过伫迄我是咧想象讲。因安尼做吼，是毋是讲有那伫后壁有一个搁较大诶喜乐咧等因啦？啊，因真正相信安尼啦，啊，所以到尾啊就是答案了，要安怎讲，互咱会当搁较去听人啊，啥物件？就是讲咱去听人诶中间，咱就得着欢喜嘛。哦，咱来有得着迄个 rewarding 啦。所以即摆若是讲是即个讲是社会运动也好，建国运动也好。那拢是建立伫心啦，吼，啊无建立伫听，无建立伫讲，啊我安尼做诶时，我本身我会当得到一种 reward， 啊，可能无一定是金钱地位诶 reward， 但是有一种是你实现自我诶成就感，吼，啊是讲是实现讲你诶一个信仰，啊，你诶实现诶中间，互你得到快乐，啊安尼可能。欢喜甘愿啊，用逐个迄个欢喜甘愿就对啦。啊，所以是顶礼拜是当时顶2礼拜咧讲迄个宗教信仰和社会运动吼。啊，我感觉即迄2位讲者吼，拢足悬的境界啦。
所以呢，还袂去听的人，那还袂听，我是鼓励大家去听，因为迄拢讲着足实际的物件，一个是按即个处正经。正经神学正经的查经啊，一个是按处境的查经，安尼去看，拢含讲着拢台湾的现象结合着即个因的信仰啊嘛讲着啥物是宗教，啥物是信仰，都有甲分别所以是适合无共宗教信仰的人，拢会当来听的一场论坛啦。咱后礼拜咱嘛是请即个。景南师院啦因要来讲题目迄个题目我介绍，毋知答出来啊未？我即摆还未看到所以咱后礼拜同时间过来景南师院是伫迄个北加州的一个较属伫可能是台湾来留学生来做一个台语文的团体安尼好多谢咱来甲即个论坛拍破一个囡仔主持甲真好。我真系同心好，安尼到这。最欢喜嘅来都去睇啲片。可以。好，大家台灣呢邊下嘛，上嚟等下，晚安，拜。再會。